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仲有1個星期嘅時間，英國留歐定脱歐好快就會有結果。暫時兩個派別都係各有支持者嘅，暫時未有一個明顯嘅分野。除咗歐洲同埋英國係當中兩個主角之外啦，亞洲市場都未能夠獨善其身，就好似尋日亞洲區主要股市咧都係有一個跌勢喺度啦。日經平均指數同埋滬深300仲係跌超過3%嘅，咁其餘亞洲區嘅股市咧都係有一個大幅度下跌喺度。加上日本同埋韓國嘅國債收益率跌到落去紀錄嘅低位，反映到亞洲區嘅投資者都係湧向一個避險資產嗰種嘅迫切性喺度嘅。呢一種急於去揾資金避難所嘅動作，應該會令到亞洲最安全嘅貨幣日元仍然會係有一個上升嘅空間，備受追捧嘅。歐元對日元已經跌翻落去3年幾嘅低位，而英鎊對日元呢亦都係跌到落去差唔多3年嘅水平，而美元對日元喺20個月嘅低位徘徊緊。投資者呢一刻買入日元，除咗係作出英國脱歐一個最壞嘅打算之外咧，日本央行將會喺嚟緊禮拜4有個最新嘅貨幣政策會議決定啦，都係一個買入日元嘅一個推動力嚟嘅。原因就係大家都覺得日本央行冇力去推高日本嘅通脹之餘咧，似乎亦都唔會有更多更加有效去刺激到日本經濟嘅一啲措施可行嘅。因此日元應該都會係一個小回大漲嘅走勢，可以睇住美元對日元做翻有少少反彈之後咧，建立翻個淡倉盤，睇淡一線去到103水平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